科技一日千里 ，AI 已經慢慢變成咗我哋日常生活重要嘅一部分。為咗幫學生適應而家呢一個瞬息萬變嘅社會，學校亦都好有前瞻性，將 STEAM 教育融合喺唔同嘅科目入面。其中一個最突出嘅例子就係 R&D 呢一科，佢嘅課程可以俾學生學到多啲人工智能嘅基本知識。好似 ChatGPT 同埋 DeepSeek 呢啲 AI 平台，已經徹底改變咗我哋做嘢同埋學習嘅模式，成為咗我哋日常生活中唔可以缺少嘅工具。DBS 都慢慢將 AI、編程、先進嘅機械加落去 R&D 嘅課程入邊，咁樣就可以幫學生裝備好自己，為未來挑戰做好準備。喺 DBS R&D 課程最特別嘅地方就係佢嘅 hands-on workshop， 透過學生親手操控機件，用電腦編程，可以最有效地提升同學對科技同工程嘅知識。例如學生要用 LEGO 砌零積木去砌機械人嘅外形結構，呢個任務唔單止要砌硬件，仲要識得加埋編程同人工智能，先至可以做到一個真正功能性自主嘅系統。機械人要用紅外線感應器去分辨黑色同淺色路線嘅表面，再用佢哋嘅對比嚟導航。即時數據會傳送去塊 microbits 度，再由佢確保部機械人可以順利跟住條線行。喺 DBS Robotics， 我哋終極嘅目標就係希望學生可以培養創新嘅思維同埋解決問題嘅能力。單靠課本上嘅知識已經唔足以應付現今多變嘅社會，我哋仲需要識得將知識靈活咁樣運用出嚟。而呢啲正正就係 Robotics 提供嘅機會。我哋鼓勵學生喺設計機械人嘅時候，發揮自己獨特嘅構思。學生通過盡情咁樣發揮創意，就可以培養到未來成功所需要嘅技能。AI 真係越嚟越普及，我最近見到好多人善用 AI 令生活更加便利。隨住 AI 以高速發展，我哋可以點樣利用佢嘅優勢呢？我諗下可能可以設計一個 AI 午餐訂購系統，去方便我哋自己啲同學仔，或者可以設計一個 AI 系統去幫手預訂同場地，譬如籃球場等等，咁樣令學校嘅運作同埋管理就更加輕鬆。係啊，呢啲都係我哋同學同學校諗到嘅好主意，利用 AI 令生活方便啲。透過鼓勵學生提出同開發一啲可以幫助到學校嘅 AI 系統，學生除咗可以培養創意同批判性思維，仲可以一路跟隨住科技發展嘅步伐。其實 AI 嘅應用唔止係咁簡單，喺 Robotics，AI 喺我哋研發同提升機械人功能方面扮演咗一個好關鍵嘅角色。好似我哋會用機械人嘅學習嘅算法，俾機械人可以喺環境入面學習，咁樣機械人就可以適應突如其來嘅挑戰同障礙。同一時間，我哋會見到佢哋嘅表現慢慢咁樣越嚟越穩定。通過整合 AI 技術，機械人就可以自動導航，執行唔同難度嘅任務，而且更有效率。另外，我哋亦都會用到先進嘅計算器視覺技術，去令機械人識別到唔同嘅物件，例如比賽入面嘅唔同元素。之後佢會根據所見即時作出決定，咁樣就令到機械人可以更加聰明咁同周圍互動，作出最佳嘅選擇。無論係喺高水平嘅比賽入面識別遊戲元素，定係喺複雜嘅環境操作，我哋嘅機械人都可以出色咁完成任務。我哋嘅 AI 計劃仲會對以前嘅比賽數據做深入嘅分析，全面咁樣評估我哋嘅表現。透過利用 AI 去分析過往嘅競爭數據，我哋可以改良同埋優化我哋嘅策略，改善未來嘅設計。呢個過程仲幫到我哋去收集其他隊伍寶貴嘅數據，從而揀到最適合我哋可以互補不足嘅盟友。透過記錄同埋分析所有比賽數據，我哋可以大大咁樣提升表現。我哋最開心就係可以同社會分享我哋努力嘅成果。學生有一個好好嘅機會，將自己嘅項目分享俾其他人睇，展現 AI 巨大嘅潛力。我哋透過同唔同嘅機構合作，舉辦唔同嘅工作坊，教導弱勢社群 STEAM 嘅基礎知識，仲會教佢哋用 Scratch 等嘅程式。通過同社區互動，我哋可以啟發其他人深入探索 AI 嘅世界，並且激發佢哋對科技嘅興趣。咁除咗我哋喺度探索 AI 嘅無限可能性，我哋都希望可以好好利用呢項技術，並同社會各界分享我哋唔同嘅意見。咁喺 DBS Robotics， 我哋希望將我哋嘅成員嘅創意同埋科技結合埋一齊，使佢哋具備能力成為未來嘅領袖。我哋好高興可以介紹 Bob 俾大家認識，佢係一個非常出色嘅微型機械人，幫佢哋打破咗全世界最細機械人嘅健力士世界紀錄。
通過呢個項目，我哋希望可以幫助社會上嘅弱勢社群，同時展示出即使最細嘅物件入面都可以隱藏尖端科技嘅力量。呢個成就體現咗我哋團隊對於不斷探索機械人嘅無限可能性，同埋以機械人去貢獻社會嘅決心。Bob 嘅能力遠遠超越佢嘅體型，雖然佢體型細小，但佢其實代表咗我哋不斷咁樣突破極限，探索機械人新領域嚟幫助其他人嘅決心。而家我哋更專注研發緊一個更加細小但功能更強嘅 Bob， 希望可以有效咁樣幫助少數族裔同埋弱勢社群。我哋正全力咁樣將先進嘅技術整合落去，等 Bob 可以偵測載物，並且應付複雜嘅環境，咁樣可以令 Bob 更加適應周遭嘅環境，對佢嘅實際應用有好大嘅幫助，方便 Bob 用最有效嘅方式嚟服務用家。Bob 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功能就係服務社區，特別係幫助自閉症兒童。我哋喺諮詢咗一位心理學教授之後，了解到自閉症兒童好難同其他人互動，因為人類嘅行為好多時難以預測，對佢哋嚟講會好有壓力。為咗解決呢個問題，我哋設計 Bob 嘅時候，特意俾佢設定重複有規律嘅動作，目的就係營造一個平靜嘅環境，等呢啲小朋友可以保持放鬆，慢慢願意多啲同外界互動。透過同 Bob 互動，佢哋可以發展重要嘅社交技能，好似輪流、眼神接觸同識別情緒等等。Bob 嘅一致性同唔帶批判嘅交流方式，令佢哋可以按住自己嘅步伐嚟練呢啲技能，減少焦慮，提升溝通能力。用戶都俾咗正面嘅回應，話同 Bob 互動後，令患有自閉症嘅小朋友喺同其他人互動時更加踴躍。另外，我哋都好重視可持續性。咁隨住環境污染日益嚴重，我哋堅持用環保嘅材料去製造 Bob， 確保佢係服務其他人嘅同時都可以保護環境。咁 Bob 作為一個環保機械人嘅成功，可以話喺科技行業樹立咗一個好好嘅榜樣。咁呢個證明咗我哋喺製造機械人嘅同時，都可以確保到環境嘅可持續性。對我哋目標嚟講，係一個重大嘅里程碑。佢嘅使命其實係透過改善每一個人嘅生活質素，令我哋可以為整個社會帶嚟正面嘅影響。雖然知道以後會有更多挑戰，但我哋會繼續保持創新思維，更加努力咁去幫助社會。目前我哋正喺度探索緊點樣可以透過改進佢嘅設計，俾 Bob 喺自然災害期間提供援助。總括嚟講 ，DBS Robotics Team 會一直堅守使命，致力於繼續研發可以改善到大家生活嘅 AI 技術。隨住 AI 快速嘅發展，我哋會繼續開發更多似 Bob 咁對我哋生活有正面影響嘅機械人。通過結合最新嘅技術同用戶反饋，我哋可以確保我哋嘅機械人對用戶帶嚟最大嘅幫助。首先裏邊呢，我哋透過啲習作啦，令到啲學生呢從習作之中去掌握乜嘢叫設計。而設計呢，真係來自一啲解決問題啊，同埋個方案。因為從細到大，我哋都係教一啲唔同嘅方法，點樣去解決問題喺生活之中。咁透過呢啲咁嘅習作呢，佢哋可以整去出嚟，令到佢哋從中裏邊學習。例如呢，好似Harry Potter example 啦，咁佢哋點樣去因應呢個佢哋中意呢個咁嘅novel 或者呢個咁嘅 story 裏邊，佢點樣去 present？ 我中間裏邊有啲 mission 要做到嘅，而喐動咗，亦都有機會係製作到個 product 出嚟嘅。